大家开启开动这个仪器啊，开动的话就马上就响一次，然后的话就看好这个水平仪这个水平，然后行动尺开始慢慢转动了，然后寻找这个方向啊，好的，这个方向往这个方向走，是啊，放在我们国尺啊。还是这个方向。好了，一定要保持这个水平一个平衡啊，还是这个方向。好了，哎，这个位置转得越来越快了啊，在这里不停的响了，要看好这个水平一平衡啊。好了，就这个位置，好位置啊！你看转得越来越快了，越来越快，不停的转动。好了，就这个位置。